A 朋友，我同你講，琴日我喺一條後巷食到一碗叻沙，食到我喊出嚟。講真，我企喺嗰度成5分鐘望住個碗，諗翻我食過嘅叻沙，全部都係假㗎。個 auntie 一個人煮咗30年，招牌都冇，門口得一張紅色塑膠凳。我入去嘅時候，佢兇神惡煞望住我，講咗一句：阿妹食咩啊？嚟一句真係嚇我一跳。我食過好多間，講真，呢碗湯底係我2年嚟最難忘嘅一碗。我成日話，真正好食嘅嘢從來唔會喺大馬路，佢哋靜靜地等緊識貨嘅人，而我嘅食命就係食好嘢。我係維維 ，follow 維維食記，我每個禮拜帶你搵一家似老北島，招牌冇，人龍冇，但係好食到喊。下面留言講俾我聽，你最想我去邊度？可能下一集就係你介紹嘅嗰間。